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这2天各地落大雨，若受人要寄重要的物件，可能都要先用塑胶袋甲物件落起来，安尼才袂澹起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加塑胶袋的加，读加加第一条，加会当讲是树栽、花草或者是动物的皮骨甲空出来，黏黏高高的液体，像咱讲高加、虎骨加，抑佫有骨碌离线加。加嘛会当讲是人工合成做的，像讲黏加。古早嘛会当形容目高高的形，像讲目外加伤过加，也就是伤过高、伤过黏。另外，佫有青仔树在内，即尖叶树分别的天然树加或者橡加，也佫有一款人工化合物的有机物或者塑加。若是用塑胶原料做的桶啊，咱讲是塑胶桶；若是原油提炼了的泡做的加，参考成的石头、釉刷南做点仔加，就会当做点仔加咯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就是黏加，意思就是有黏性的加质。黏加的水或者加水，古早嘛有人讲是树灵菇。第二个词读做塑胶袋啊，咱嘛会当讲是塑胶袋啊。古早有人讲是加拉树袋啊，就是为英语 glass 来的，又是原料用塑胶做的袋啊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张被内底有重要的物件，先用黏加黏条咧，才袂开开；再来，佫要用塑胶袋啊，甲伊包条咧，才袂因为落雨，规个目澹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读做加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